大家好，平時呢，我賣抽茶嘅時候，大家又問我頭春頭彩茶幾時上市，咁就啱啦。今日呢，我就推薦我家鄉英德嘅呢款英雄9號頭春頭彩茶俾大家。佢係3月19號上市嘅，新鮮滾熱辣。頭春茶呢，好易辨別嘅，佢芽條都比較幼嫩，呢啲芽比較軟熟嘅。我哋泡頭春茶嘅時候呢，水溫冇咁高喎，85到90度呢，咁樣泡出嚟個口感會更加靚，一陣嗰種大自然嗰種花果香味啊！頭春頭彩茶嘅優勢呢，就唔使我多講噶啦，天花板嘅級別，但係佢就係有啲貴，368蚊到手淨重1斤嘅份量，雖然有啲貴，但你買到飲到，你唔會後悔。我哋呢款茶呢，附帶2泡試飲裝俾你嘅，你到手先開呢2泡試過，覺得啱心水，覺得值呢個價，你就留低，覺得唔滿意可以退，運費險均排俾你嘅，俾埋禮盒裝俾你。想飲嘅下方鏈接買斤翻去試下，掂個碌蔗嘅。